大家好啊！最近大家都一定睇到呢個消息，恒生銀行被母公司匯豐私有化收購。今次就同大家回顧一下恒生嘅前世今生。60年前，1965年乙巳年蛇年，香港曾經因為地產過度借貸，觸發銀行擠提潮。當年嘅1月份，明德銀號因為美元支票拒付而被政府接管，恐慌蔓延至多家華資銀行，包括恒生，存戶瘋狂提款。恒生試過一日之內被提走8000萬港元，佔當時存款總額嘅1/6咁多。最後匯豐以5100萬元收購恒生51% 嘅股份，成為控股股東，恒生先至渡過呢個危機。喺60年之後啦，今日2025年又係乙巳蛇年，歷史似乎又再輪迴。今次匯豐提出以每股155元日價私有化恒生，結束佢53年嘅上市歷史。講到匯豐，不得不提佢哋總行嗰對獅子。喺2020年黑暴期間，獅子曾被破壞，後來重光，更請嚟風水師傅進行點睛儀式同祈福，成為一時佳話。而恒生銀行總行大廈自1991年3月18日由何善衡同李國偉揭幕啟用，到2023年嘅7月展開大型嘅翻新，並預計喺今年2025年第2季完工嘅，象徵咗恒生又一次嘅蛻變。一個甲子，一個循環。銀行業嘅變遷係巧合定係宿命？留言同我講下你點睇。另外，我又想更深入地從風水氣運同八字五行去剖析恒生銀行嘅命運軌跡嘅。喺七運大旺，八運就出事，冇錯啦。首先從玄空風水嘅角度睇，七運1984年至2003年呢段時間係恒生嘅黃金時期，業務蓬勃，賺錢賺到盆滿缽滿。但當踏入八運2004年至2023年，氣運就突轉，風水格局卻未有相應嘅調整，咁結果出事啦。喺2018年至19年八運期間，禍根就種下咗啦。喺2018年，東北向星飛入3壁6存，引發破財同人事鬥爭，決策失誤頻生。喺2019年更加嚴重，本身八運向星嘅五黃煞疊加流年二黑病符，形成25交卡大凶格局。不知高層健康易出問題，決策亦屢屢失準，懷下危險嘅伏筆。咁相信恒生方面亦都知道風水上有啲安排，於是翻新工程究竟可唔可以扭轉呢個九運呢？雖然恒生喺2023年7月展開總行嘅大紛爭，試圖迎接九運喺2024至2043年，但今年嘅流年二黑入中，五黃到東北，仍然係大凶之象，所以我認為最少要等到2026年2月4號立春後，氣運轉換先至真正有救。另外講開啲題外話，就點解恒生偏愛綠色呢？關鍵就係可以參考1991年3月18日總行開張嘅八字，當日干支五行木嘅元素極旺，亥卯未三合木局，綠色就屬木，自然成為佢嘅企業色啦。助其平衡氣場，凝聚財運。總結一下啦，一個甲子嘅輪迴，由1965年擠提被收購，去到2025年再度歷史嘅重演。風水唔係迷信，而係環境能量嘅學問。
恒生嘅案例話俾我哋知，順應天時，調整格局先至係長久之道。喺片尾我仲會提供2022年當旺嘅行業、事物、人物嘅資料俾讀者去參考下。多謝收看。